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外号小鬼的艺人黄鸿升突然间来死亡。伊的初恋的女朋友艺人杨丞琳接到消息，放声大哭，未食未困。这2天，伊伫个 IG 抛出着2个人的相片，还有过去2个人同台的影片，而且伊的微笑会当来谅解，讲这是伊怀念鸿升的方式。啊，这个黄鸿升的小妹嘛来抛出着全家福的相片，讲伊真后悔，为什么无甲兄哥加翕一寡相片呢？抱因孙仔小鬼儿孙仔嘴翘翘，边仔个爸爸妹妹一家伙仔团圆。小鬼妹妹搭这张相片伫网络顶悬，伊讲足后悔，和你的合照乃会遐尼少，足伤你的。伊嘛讲应该做的代志继续进行，思念伊的还阁有。演唱会当中，伊和小鬼合唱《海波浪》，嘛讲起过去迄当时。我就想说，青春住了谁？我的青春不就是有他吗？所以怎么可能没有他？杨丞琳学了小鬼是一个做好的查甫人，而且做准时的。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全部人迟到1到2个小时，只有黄鸿升准时。然后不准时吗？我能不准时吗？你能呢？那时候我们18岁已经分开了。可是几岁？对以前的人头相片，到你同一个舞台表演，甚至讲其实小鬼这个名字是黄鸿升替伊号的外号。杨丞琳讲伊困袂去，所以伫 IG 顶悬怀念黄鸿升，嘛向爸讲讲，这是不爱互大家甲伊放袂记的一种方式，希望大家会当理解。其实小鬼和厝内底人感情真好，伊和爸爸的身躯顶悬拢插对方的头像。而且因为爸爸是生气的，伫爸爸的头像顶悬，搁插一个米老鼠。因为伊雄雄过身去，毋若是伊演艺界的朋友，毋敢相信，足硬心的，心肝头上歹过，应该就是因爸爸时代送囡仔，因为毋知影讲伊到底是安怎死的，所以即马黄鸿升的爸爸要互小鬼伫下晡解剖，明仔载开始嘛会设立灵堂，敢若开放互亲戚好朋友去念香，送伊最后一程。